佛歡喜日又叫做僧自恣日或者盂蘭盆節，係佛教入面一個殊勝慈悲精神嘅節日，通常喺農曆7月15舉行。佛歡喜日嘅由來係因為佛陀時代制定咗一個結夏安居制度。結夏安居 Vasa 即係印度夏天雨季嗰3個月，通常係農曆4月16至7月15。嗰陣時大地蚊蟲多，草木又生得好快。佛陀為咗慈悲眾生，唔想僧團弟子喺出外化緣時踩傷生靈，同時亦俾僧眾有一個專注修行環境，於是就規定呢3個月內，僧眾唔可以隨便出門，必須聚埋一齊精進修行。而僧自恣日 Pavarana 就係7月15，安居圓滿結束嗰一日，亦即係解夏。嗰一日僧眾會聚埋一齊進行自恣。簡單嚟講，就係每個人都懷住謙卑嘅心，請其他修行人指出自己呢3個月入面有冇邊啲言行或者持戒上做得唔好，包括見、聞、疑3種過失。如果有的話，就當眾懺悔，令自己心境回復清淨。點解佛陀會歡喜？7月15呢一日，好多僧眾經過3個月嘅閉關精進，都證得聖果，例如證得阿羅漢果。而未證果嘅人，亦都可以透過自恣懺悔而變得清淨。見到僧團嘅弟子修行進步，佛法得以傳承，佛陀感到無比安慰同埋歡喜，所以呢一日就尊稱為佛歡喜日。佛歡喜日之所以同孝道、祭祖連結埋一齊，係源於佛教好出名嘅經典故事目連救母。根據《盂蘭盆經》記載，佛陀4大弟子之一，神通第一嘅目犍連尊者，證得神通後，睇到自己過身嘅阿媽因為生前太慳吝貪心，死後墮入咗餓鬼道，個肚好似鼓咁大，喉嚨又到好似支針咁，受盡飢餓之苦。目犍連唔忍心，用神通變啲飯俾阿媽食，點知啲飯一到佢嘴邊就化成火焰同炭。目犍連尊者好悲痛咁去請示佛陀有咩辦法可以救佢阿媽。佛陀就話：你阿媽罪孽深重，唔係善靠你一個人嘅神通力就可以救到。你必須喺7月15日，即係僧眾解夏自恣佛歡喜日嗰一日，準備百味5果唔同美食，放入盤入面，供養十方大德僧眾。藉住十方清淨僧眾安居圓滿、功德巍巍嘅福報威力，可以令你阿媽脫離苦海。目犍連聽佛陀吩咐去做，佢阿媽最終脫離餓鬼道，升天界。呢個就係盂蘭盆節嘅由來。盂蘭盆係梵文 alambana 嘅音譯，意思係救度員，比喻救度眾生好似救緊受緊倒吊酷刑嘅人咁，非常之緊急同痛苦。喺佛教傳統入面，佛歡喜日同民間將農曆7月視為充滿禁忌、鬼魂四處遊蕩嘅鬼月好唔同。正信佛教將7月睇做孝親月或者報恩月。大眾會喺佛歡喜日搞盂蘭盆法會，透過供佛、供僧嘅功德，回向俾在世父母，祝佢哋福壽康寧、無病無災；亦可以回向俾歷代祖先，令佢哋離苦得樂、往生淨土。呢一日係親近三寶、廣修布施供養嘅最好時機，因為安居圓滿嘅僧眾功德最清淨，呢個時候供養僧團，即係供僧，可以為自己同家人積累好大嘅福德。除咗超度親人，佛歡喜日亦強調怨親平等嘅慈悲心，透過法會施食，救拔所有受苦嘅六道眾生。同時，大眾亦可以學習僧眾自恣嘅精神，喺呢日反省自己過去嘅行為，懺悔業障，令自己身心更清淨。